帅哥，怎么了，美女？要点什么？那个人是叫行哥吗？那个不是，看那边，那边那个才叫行哥。哥，我回国了。爸让我回国发展，挺好的。哥，你什么时候能回家看看？还有其他事吗？没事，我先忙了。行，那我先不打扰你了，改天再说。美女，看上他了？行哥的歌是这样写吗？没错，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他这个人啊，难搞得很啊。给我来一杯你们这儿最烈的酒。祝你好运。帅哥，有事吗？认识一下。没兴趣。听说你是这家酒吧的老板。啊。那老板真是不方便。如果顾客有什么需求，老板是不是都满足？那什么？那我能请你喝了这杯酒吗？苏总，错了，得按照我说的来。不会是怕这酒里有药，不敢喝吧？我先喝。不会吧，这么快就上钩了？幼儿园没毕业吧？招式太老，容易孤独终老。啊？你确定那人是行哥啊？不是熊瞎子？我确定啊，苏总。你放心，我来想办法。美女，一个人啊？干什么？陪客喝一个。起来！美女，心情不好啊？那得陪你玩一会儿啊？干什么？美女，放开我！陪你玩儿。哎呦，疼！我陪你玩。再不放手喊人了啊！我，行哥，赶紧滚！哎，这滚！哎，行哥，现在我们可以认识一下了吧？别误会，这种事儿我对所有人都一样。总归是你帮我啊！我请你吃宵夜吧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接近我，但这种低劣的手段，省省吧。哎，什么人啊？你等着，我总有一天会把你追到手。医生，我父亲的情况怎么样？病人的情况目前稳定，需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。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妈，你放心，爸他不会有事的。苏总，公司那边什么情况？苏董事长脑出血被送进医院的事情，董事会已经知道了。他们现在正在推选人暂代董事长一职。这么迫不及待了吗？这事儿有人推波助澜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曹思鹏吧。他这个人狼子野心，已经觊觎念桥集团很多年了。但公司一定不能落在他手上。苏总，可苏董事长之前也觉得曹董事是合适人选，如果您从中阻拦，
怕是会得罪一批人。而且，你忘了苏董事长之前提出的要求了吗？这件事情，我自有办法。好的。苏总早。说了多少遍，别那么浮夸，我都听腻了。好，你去吧。哎，小念，老苏身体怎么样了？多谢曹叔叔关心，我父亲已经没事了，他已经在医院得到了最好的治疗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让你父亲好好在家养病，不用担心公司的事儿啊，公司有我呢。这个就不劳烦曹叔叔了。燕桥集团毕竟姓苏，麻烦外人可不太好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苏总，您这样和他撕破脸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上个月他在东城区项目谋取好处时，我就已经给足他脸了。他不是想当燕桥集团的董事长吗？只要我的股份占有绝对优势，他便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您是打算同意苏董事长之前提出的联姻？邢家的股份虽然不多，但是却能起到决定性作用。我让你调查的人调查的怎么样了？苏总，我真的尽力了。尽力？其实只有3个信息，我觉得给您看稍微有点寒碜，所以决定口述。但我保证，我真的是尽力了。人家邢公子早年就出国留学，外界知道的的确太少了。说吧。您联姻的对象叫邢哥，对，邢哥，据说身高185，型男，长得帅气有魅力。没了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他回国以后开了一家叫做“听风”的酒吧。开了一家酒吧，邢哥，邢哥怎么写啊？这根本就不念哥啊，这样才念哥。文化水平。我觉得我们不合适。邢总好。不方便透露。玄逸呢？抱歉，我说话有点太过直白。在房间休息呢，刚回来，倒时差。很简单。怎么了这是？苏家出了点事儿，老苏病了。那太好了。哎，老苏之前提起过合作新城区商圈的项目。他现在虽然病了，但是苏念这孩子的能力，我还是不担心的。你还记得老苏曾经提起咱们2家结亲家这个事儿吗？趁这个合作项目的机会，让他们相处看一下呢。邢先生，下班这么晚啊？我送你回去。我不习惯坐别人的车。哎，那就认识一下，我叫苏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想问问邢先生，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你愿意吗？这张卡有60万，如果邢先生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出现的话，这里面的钱都是你的。所以，你说的改变生活的方式就是这个？邢先生这酒吧生意也一般，又昼夜颠倒的，来我这儿，保证让你朝9晚5，周末双休，节假日齐全，又有年终奖。最重要的是，这60万只是月薪，如何？秦哥 ，Hello， 美女，自我介绍一下，
我呢是邢哥的合伙人，我叫孙志远。邢哥，人家毕竟是给你开了10倍的工资啊。都说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我也很舍不得你。不过吧，邢哥他欠着我的钱，要不你把这个给我来替他上班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既然不用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美女，要不要考虑考虑？我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喂，苏念手中的资料已经换成你哥的了。好。怪不得我用金钱诱惑他，他不为所动。他一个富二代，怎么可能会缺钱呢？可是那孙志远不是说他欠着钱吗？欠钱那也只是一个借口。他要是真缺钱的话，他会去开酒吧吗？你确定啊，苏总？我看他样子也不像缺爱啊。脑残的脸上会写着脑残吗？嗯，那缺爱的人脸上会写着缺爱吗？有道理。可是苏总，您已经用金钱侮辱了他对爱情的向往，您打算怎么补救？哼，当然是找专业人士补课。到了，以后不要再给我安排相亲了。妈妈，这不是为你好吗？抱歉。你瞧瞧你都多大了，再不结婚啊，真的要当老姑娘了。见到人说话要温柔，别以貌取人啊。文熙，你在听吗？哎，妈，我知道了，说话要温柔一点，不要以貌取人。哎，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太帅了！我一定不以貌取人。喂，李先生。哎呀，我这工作临时有事抽不开身，恐怕来不了了。我们下次再约吧。别，这我都到了。实在是抱歉。那下次吧。好的。什么人这都放鸽子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工作太忙了，迟到了。你不介意吧？我们认识吗？你不是李先生吗？抱歉啊，我确认一下。这不是你吗？不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脸盲分不太清，你能帮我看看这个人在哪儿吗？他刚走了。啊，难道就因为我迟到了2分钟，对方就不高兴走了？那你下回别迟到了。好吧，那你不介意我在这儿坐一会儿吧？不介意。哎，我说，昨天晚上那个事儿，你真不考虑考虑？没兴趣。一看就是家里头宠着的大小姐，有钱没地儿花。那多好啊！你说人姑娘漂亮又多金，怎么着？我们邢大老板看不上啊？心动了，要不你去？我是没工夫陪她玩。赶紧的。那你下回
别迟到了。好的。文熙，发什么神经啊，在这儿？苏念，我感觉我遇到了我的真命天子。陆文熙，陆海王，教教我呗，你是怎么拿下你的前20个真命天子的？小学。这能行吗？当然，他现在玩的招数都是我玩剩下的。对付他就一个办法，就是耍赖到底，然后让他看到你的坚持。只要完成了近水楼台，那这个月亮迟早是你的。那就祝你成功。希望你早日拿下你的第21个真命天子。21。曹思鹏那边如何了？我一直派人盯着，我怀疑苏董那天出事和曹思鹏有关。苏董出事那天，有人看见他从董事长办公室出来，之后没多久，苏董就被人发现晕倒在地。苏总，我爸之前重提联姻的事情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联姻的这个事情，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，这么多年都没有提过，却在现在提了，那一定是说明公司出现了大问题，只有靠联姻才能够解决。秦哥，你来真的？精神点儿。我说，你也不看看，谁来了啊？邢先生，上次好像忘了自我介绍，这次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苏念。苏小姐3番2次来找我，就为了让我去你身边工作。不，我是为了你。哦，原来这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啊，那恐怕这次苏小姐又得白跑一趟了。哎，苏小姐，我以为你上次回去已经恶补了幼儿园的知识。什么意思啊？男女有别，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。苏小姐，这几个字你不认识吗？我认识啊，更衣室嘛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到底想干嘛？答应我的追求。不可能。哎，那你就做我的私人保镖，你至少答应我一个嘛。不然的话，邢先生也不想让我对你负责吧？既然我们在拳击馆的话，那打一场也可以。如果我赢了的话，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；如果你要是赢了的话，我就保证以后再也不纠缠你，如何？行啊。哼哼。这手套怎么戴啊？哦，这样戴啊？放弃吧。不可能！
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一点都不知道让着点女生。你输了。输？你输了。我输了。那你就得做我的私人保镖了。苏小姐既然可以打赢我，那我相信，即使我不在，苏小姐也可以保护好自己。哎，不对啊，那我不白打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哥，你来啦！上车吧。他不会有女朋友了吧？苏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正好，这是新城区竞标的具体文件，时间定在2个月后。苏总，您不是应该在攻略目标人物？我就说嘛，老头子怎么这么想让我跟邢氏联姻？我还以为他是担心我年纪大嫁不出去，老了没人照顾呢。也就是说，老头子想让我跟邢氏联姻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收购股份。所以主意曹思鹏为下任董事长这件事情，很有可能是个烟雾弹。哦，如果曹思鹏知道苏董事长决定将公司交给他，那他就不会急着暗地里收购股份。也就是说，苏董事长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。有道理。这段时间盯紧曹思鹏。好，苏总，既然苏董事长都在为您争取时间，那您还在这儿做什么？赶紧去拿下他吧！给我退下！这。抓耳挠腮，抓耳挠腮？真的吗？不信。你质疑我？我没质疑你，我怎么敢质疑你呢？哎，你快看，是他们！你放心，那不是他女朋友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人与人之间呢，最大的亲密距离是44厘米，这俩还有点距离呢。真的吗？不信啊？不信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走，我不去。走吧。
找的女婿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曹思鹏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干嘛去？我看见曹思鹏了，你等我。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你一定要留住。哎，真巧啊！你在这鬼鬼祟祟干嘛呢？我是说，我刚才不是在跟踪你，你信吗？刚才那俩人是在这儿吧？好像是。在那儿呢。鑫哥，我跑不动了，我高温解毒了。跑这么半天，你都没跟我说他们是谁呢？鑫哥，那女的在那儿，追！站住！快走！站住！不行，我。抱歉，邢先生，看在我陪你跑了这么久的份上，你不会连为什么都不告诉我吧？还有啊，我刚才可看见了，你为了保护你女朋友，拉着我去吸引他们注意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？不是女朋友。啊？什么？躲哪儿去了？刚刚明明在这儿，现在不见了。要不去那边找找？走吧，那边看看。苏小姐。人应该已经走了吧？那个，她真不是你女朋友啊？不是。那你们什么关系啊？你问这么多干嘛？你不是跟我说她缺钱吗？我倒是可以给她，不收利息那种。苏小姐。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用金钱解决。疼吗？那要去医院。没事儿，养几天就好了。你确定？有种抱叫公主抱啊！所以我弟弟借高利贷，是因为没有资金继续开发软件，不得已才借的。到期后一直没有钱还，对方才找上了我。那你弟和邢哥什么关系啊？你查户口啊？朋友。这件事情我可以从根本上帮你解决问题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我要你的微信和联系方式。哎，通过一下。稍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喂，S 姐，我记得之前我们公司投资过一个软件公司，你去联系一下。明天下午我帮你约了一家软件公司，到时候你和你弟弟一起过去一下。太谢谢你了。其实这件事情最后能不能成功，还是要看看你弟弟手里的软件到底值不值得他们投入。
有希望就好，谢谢你，苏小姐。小事儿。坏了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你记得回微信啊，我先走了，拜拜拜拜。竟然为了一个没有追到手的男人就抛弃我，今天一定要给你点教训。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21，这可是你自己撞上来的。文熙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你别跟我生气了，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留下啊！你别拦着我，下辈子我们还是姐妹。什么下辈子？这辈子就是好姐妹。我请你吃你最爱吃那家餐厅，好不好？你的？嗨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等着，我一定把他拿下。初恋的感觉，初恋是什么感觉啊？嘿嘿，在干嘛？在吗？吃饭了吗？喂，我给你发了那么多消息，你怎么都不回我呀？你忘了我帮了小叶吗？你不能这样报答我呀！刚在忙，没看手机。哦，好吧，那你以后看见了要回我微信啊。尽量吧。那个，我改天请你吃饭吧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，时间地点晚点发给你。参见苏总。那个明天的活动都准备好了吗？没问题，苏总您放心。想说过去的时候，然后就可以跟别人说，过去就是知道了吗？就去吧。喂，果泉收购的事一定要快些。苏念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哎，你跟你女朋友约会的时候，你女朋友一般都穿什么？苏总您放心，我单身27年，未来我也会将我全部的时间奉献给公司和您。大可不必啊。哎，不是啊，你单身，你给我当什么军师啊？我虽然没有实战经验，但我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。什么人呢？3、
定要保佑我再次见到他，拜托了。谢谢三明治红娘，谢谢谢谢。西餐不行，太正式了。烧烤这个不错，有亲和力。喂，干嘛呢？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来了？来慰问一下劳模呗。哇，唉，看来你是没赌到你的21，心情不好才来找我的吧？邢家那位公子哥拿下了吗？哼，快了。我懂了，那就是还没拿下呗。谁说的？我马上就要约会了，这次进度总比你快吧？你确定？感谢饭不算约会吗？我觉得邢家那位公子哥不是一般人。既然他在玩富家公子体验生活的剧本，你不妨陪他搭个戏。搭戏？你等着。哎，这些都是我给你找的剧本，各种类型任你挑选，你只要照着上面演，一定能拿下的。你让我在他面前演戏，这不就等于骗人吗？不行不行不行。那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啊？你确定？真假千金，真千金出逃，假小姐回归变成灰姑娘。这什么呀，陆文熙？没想到你平常喜欢看这种东西啊！哎呀，生活嘛，重在娱乐，看着开心就好。这已经跟真不真实无关了，这也太浮夸了吧？浮夸吗？我看的电视剧套路一模一样。你也说了，人家那是电视剧。哎呀，这个不行，那咱再换一个嘛。看这个。就想疼你、宠你、想着你。嗯，好，
姐姐和妹妹是一对双胞胎，妹妹得了心脏病，父母让把姐姐的心脏移植给妹妹，然后跑路了。伦熙，我严重怀疑你是想害我，是不是？这我都是让思觉帮我打印的，他肯定是夹带私货了。你等着，我给你选一个，就这个，一定适合你。绝密？你相信我，我可是第3次见面就收到了21送我礼物的人。我还是算了吧。你干嘛呢？没干嘛呀。你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吗？没有。你在算计什么？装无家可归，想赖上我？你说什么呢？不是说好一起吃饭吗？走啊。剧本能不能行，就看我这次能不能一步到位进入妖精洞了。老板，来箱啤酒。哎，来了。你都不问我为什么喝酒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我背着老板帮小叶对接软件公司，我工作都没了，老板以为我要跳槽了。没了就没了呗。什么叫没了就没了？那原来单位分的房子，现在我都没办法去住了，都已经收回了，我现在是无家可归了。无家可归？公司无故开除你，你可以索赔。需要我帮你介绍律师吗？你这……我跟你说，我那个闺蜜她有多不靠谱，给我弄了一个剧本，然后跟我说让我学猫。你看我像猫吗？我像猫吗？啊！哎呦，你这人也是的，我跟你说，真是过分死了。我一天给你发那么多信息，你都不回，你以为我愿意发呀？你们帮我评评理，你就说这男的他过不过分？我给他发微信，他不。不会是……
吃完了早餐，你先吃吧。哦，好。这还真是秀色可餐。你空房间这么多，租我一个呗。不租。吃完饭就走吧，别忘拿行李。不租，不租就不租。我能来第1次，就能来第2次。这是你最近让我调查的资料，最近他们经常在一块儿。谢谢。应该的。嗨，苏小姐，这次又是什么理由啊？我东西落你家了。进度可以啊，鑫哥，都领回家了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一个衣服，一个挂件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件内衣。内衣？兄弟，你这可以呀！啊，你起开。苏小姐，你这么有钱，我相信再买一件也不难吧？衣服确实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挂件，它是我小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送给我的，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取回来。对，东西又不值钱，但是人家那东西上面承载的感情可重要了。我说的对吧，苏小姐？下班以后吧。哎，鑫哥，现在这家酒吧呢，有你们你都一样赚，你就赶紧老老实实陪着人家苏小姐回去取东西，别耽误人家事儿。你给我闭嘴！我有事，下班再说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别介意啊，苏小姐，她这人脾气就这样，臭不拉几的。不知道他这样的脾气，家里人怎么受得了他？她呀，她早就一个人生活了。也是啊，好像他家里也没有别人了。她跟家里闹掰了。闹掰了？嗯，他和父母关系不和？还关系不和？她跟她那个老爹啊，都快要断绝父子关系了。不是吧？关系这么差，我和他结婚真能拿到股份吗？那你知不知道他跟他父母关系为什么不和？我这么跟你说啊，鑫哥，还是让鑫哥自己跟你说吧，苏小姐，你加油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老苏不是在坑我呢吗？念念啊，你不会还没进入妖精洞吧？我进了呀，不过要出来了。看来你还需要一股重力。什么重力？这个方法，每当我遇到难啃的骨头的时候，屡试不爽。就是什么？他怎么来了？这不撞我枪口上了吗？下次再跟你说啊！哎，你这人。
关系这么厉害吗？那我……苏念，念桥集团总经理，董事长独生女。你怎么哭了？你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吗？我叫小小苏，你呢？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？你不会说话吗？你别哭了，我请你吃糖，我再带你去我的秘密花园玩，怎么样？我们走吧。原来是你。你为什么跟着我？我没有跟着你啊，我回家的路也是这么走的。我刚刚跟你说了我的名字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。邢毅，陆小姐，请你自重。我自重85斤，你觉得我重吗？陆小姐，我们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熟悉吧？我希望我们还是保持距离，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就行了。我挺喜欢你的。那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，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。你没有拒绝，那就是默许了。那，你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邢毅，如果是下次再见面的话，你就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许了。邢哥，你下班啦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在这儿等你啊，我东西还在你那儿呢。我一直怕打扰你，所以就在门口等着，乖吧？走吧。好。哦。苏念，啊？你接近我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，去你家取东西啊，还能是为什么？我要听实话。实话就是，我喜欢你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给我一个准话。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，那我就你就什么？我就下次再来。苏念，我现在认真问你，你真的没有地方去吗？就这个，你只要照着上面演，一定能拿下他。没有，从小到大就有人跟我说，女孩子是赔钱货。后来有了弟弟，又跟我说什么穷人家的孩子要早当家。弟弟想要什么都有，我想要什么都没有，我还赔上了我自己。穷人家？没错，我就是故意装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，这样就能达到我想要的结果了。所以你就骗人？什么骗人？所以你为了达到目的，可以骗人，对吗？
骗谁了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就是要告诉你，只要我坚持的事情，铁杵都能磨成针。下来。我不。哎，什么意思啊你？哎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把你卖了。给我放下来！夏有苏，好，那我就静候邢老板佳音。我回去要开个股东大会，到时候有了决议再跟你联系。好的，好的，今天就这样，不送了啊。他见邢总要干什么？喂，行刑的就是个笑面虎，油盐不进，这条路怕是走不通了。你尽快搞定其他的董事。这条路走不通了，别人也别想走。苏总，我看见曹思鹏私底下约见邢总了，虽然听不见两人说什么，但是他们好像……好，我知道了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也要更进一步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拿挂件。等着。哎，邢哥，你说吧，只要能让我住进去，还有和你在一起，你什么要求随便提。不想提。邢哥，你该不会已经喜欢上我了吧？激将法对我没用。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？不想试。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嘛？到底我怎么样你才能答应啊？苏念，你就这么喜欢我？当然了，喜欢到非你不可。这样吧，我们来打个赌。赌什么？就赌1个月之内我能让你喜欢上我。幼稚。这人怎么总不按剧本上来啊？那个房间便宜租给你吧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不要啊，不要算了。我要，我马上就去收拾行李。有蟑螂！怎么是你啊？真巧，我们不会是邻居吧？贤叶，你帮帮我吧，家里有蟑螂，我最怕这个了。稍等。送你了。哎，贤叶，
就这呀？我就不信拿不下你。一杯美式带走。好的，稍等。张总啊，您对咱们公司未来的发展是怎么看的？苏念如今孤立无援，苏董事长又病重没醒来，我当然是支持您呐。我是真不想看见这么大的公司交给这么一个小姑娘来管理。如果她不同意，那我只能给她点颜色看看。对，给她点颜色看看。您的美式，谢谢。好软的床啊！唉，接下来就靠你了。学他？难道我要对着邢哥学猫叫？不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没习惯家里有人。